只要你是干老人，你在他山里不说，就来保佑我一家人啊，人类人口不真个是啥习俗啊？你在他山里不说，你就来保佑我一家人啊，人类人口不真个是啥习俗啊？我兄弟嘛要一个摘下要叫住。啥层嘛要叫开，这层嘛要一家灯电，你是干老人，你在他家里比如说就来保佑我啊，一家人口不真个是啥习俗？你在他家里比如说就来保佑我，言罪经罪，言明经报，不真个是啥习俗？你在他家里比如说你就来保佑我，牙口几口几口啊，不真个是啥习俗？你在他家里比如说就来保佑我，空空手嘛出门包菜嘛来几多，给你嘛来几多菜，银子金子嘛来称啥，给你嘛来几十块，银子金子嘛来称对啊，我吃不着嘛用不着，银子金子嘛来多头，我吃不着嘛用不着，银子金子嘛来多包，那个。啥他妈要开来同我家风住嘛我来啥啦？啥他妈要开来同我住风住嘛我来多苦你是干老姐呀？只要你是干老姐，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一家人啊，人类人口不真个是啥习俗啊？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一家人啊，人类人口啊。不真个是啥习俗啊？我兄弟嘛要一股茶，下要叫九三层，要叫开这层嘛要一家灯电，你是干老姐？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哦，银子金子，银米金包，不真个是啥习俗啊？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牙口几口几口啊？不真个是啥习俗啊？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护我，空空手嘛，出门包菜嘛来几多，给你嘛来几多，菜银子金子嘛来啊，称啥？给你嘛来几十个银子金子嘛来称多啊，我吃不着嘛用不着，银子金子嘛来多头啊，我吃不着嘛用不着，银子金子嘛来多包，啥汤嘛又起来同我家风中午来啥啦，啥汤嘛又起来同我煮，风中午来多苦你谁干老姐呀？只要你是干老爷，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一家人啊，人类人口不真个是啥习俗啊？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一家人啊。人类人口不真个是啥习俗啊？我兄弟嘛要一股站下要叫第三层要叫开这层嘛要一脚。等天你是干老爷，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银子银子，银米金包，不真个是啥习俗？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牙口几口几口，不真个是啥习俗？你在他家里不说，就来保佑我。空空手嘛出门包菜嘛来几多，给你嘛来几多菜，银子金子嘛来称啥，给你嘛来几十块，银子金子嘛来称对。我吃不着嘛用不着，银子金子嘛来多头啊！我吃不着嘛用不着，银子金子嘛来多包，啥他妈要开来同我家房中午来杀了，啥他妈要开来同我住房中午来多苦，你是干老爷哟？你几多年啊？像老大兄接得多啊？没接个到那家钱嘛搞到用，保护你，保护鸡，保护猪，保护鸡，保护你，保护家，保护家，保护车。哦。搞一兄弟总体关系，只不过写上头，只不过写照写差，只不过写赖写差，只不过写业写假，只不过写这写粗。弟兄总体关系早，几老改过去没做，也可以空花路三层，一天到一桌，一桌几老改，为中改那样披风早个年纪谁改老爷啊？要啥他个保护我啊，保护你，保护这。保护猪，保护鸡，保护鸡，保护猪。像罗大兄接得多，干罗大鸡马路移动多嘛个地皮呢，皮股，皮红皮龙皮鸡皮猪，都鸡嘛个了不哇不这呢就个了不拿不弄个了不差这出嘛拉不我，那这种后期黑，那这菜个后期黑干呢，就水干了也保护保养，不一解决几个多人啊。像罗哥兄接得多的，接到那个接到用对爸嘛个都叫自己嘛个当中。那这种个好吃的，那这菜个是好吃的噻。像罗大兄吃多，忙那这边就忙多干多，他的马路移动多嘛个地皮呢，皮股皮龙皮鸡皮粗，
nhưng这个了不拿不弄了不产接触了不我东西个了不把不这把都的苏丹东这里什么，那你自水干了也要多个不把东菜不真的。东坡个，完都的这很多带呀，多改个了，完都觉得一路正的，你只是干了也一兄弟一波一到了，知道吗？一路改他们一多也个人口挂路三层一家，等于说，一路改一多这为主改上飞风，找个人只是干了也把回把用把两把这把多把几整年就这，啊，就多就几呢，你这个了不拿不弄个不差接触了不过哦，像我大兄现在多拿去种到这个呀，拿去采我就去啊，一路改他们一多一风，找个人只是干了也把回把用啊。OK， 分了。